会飞离。老师喊你们重新来。站好，站好，重新来。先把队站好。哦，就这样子站，就这样子站。哎，李哥，你是我的跳第一个。好。好了没？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，开始。哎。大爷旁边，在旁边去。小朋友站中间，那个右边的他要这个呀，还有2排，重新来啊！重新来，小朋友。
我们联系。啊，拿个去吧，你拿嘛。这个音响拿回去。就是这下面那个过去的那个小音箱。他是那个大的，就这个。就他们过来嘛，在这儿跳嘛，就用大音箱跳。啊，就用大音箱跳。他过来只用大音箱哈。这太宽了，根本撇不下。他上头没完没了的。跳完了，我要把这个拿过去哦。不用他自己过来嘛，自己过来嘛，自己在这儿跳，让他们自己过来跳。要把那个拿过去。不用，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。我从这头就没有没看到。他拿过去呀。跳嘛！他大少光灯嘛。士气要高一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矩阵。
再加卷子，这里几个裤子，跳起你知道吗？跳起，快去！简单，这是几个裤子，知道吧？说明小西对他的印象很好。哦，这个地方会哦，这个脖子上。在线多少人？啊，帅哥，在线多少人？多，手下面手心着。多少人啊？这还有3斤。啊，在这边，也没有太长了，一跳跳1、2分钟跳。你们就要拿错2个跳噻，他就被一起跳了。来了，你来了没用，走了。拿错好像可以发照。拿错不折呀，才2个还差得很近。我穿的更厚，你看。很热呀，觉得。走了几把呀？几把？
退，往后退。越往前越来越浅了。好，这个位置。这是大头啊！哎，好没事。
文山。还没好啊。一个动作小不来了，不能是啥？哦，对对可以拍了吗？先收一下。声音都没有了。这歌每次到这儿就断一下的。这不行。歌为什么没有？放个片尾。他们也是在练舞啊。在练。我拍个啥哦？他说刚才练了好久，我拍了好久，结果全要不得。哎，叫我删了。还放一个。我非跳这个歌不可吗？不可以换一个歌吗？跳吗？这戏。有没有喊你？林子，哎，你这不会吗？那你去跳。都会跳的嘎，他们都会跳啊。啊，去跳。啊。去跳。
接着过去了，往后面一点嘛。这个是我们阿坝州阿坝县的小西西妹妹，讨厌。重新放一下，你看一个看一个嘛。重新放一下。你看这个打到这里了。不一样的版本啊。阿坝县的小西西妹妹，影响你，爸爸影响你。不影响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应该是拿的有点远。距离有点远，有点干扰。好了吗？藏区没有，新疆那边才有。新疆和青海那边有，也算是有藏区吧。青海也有藏区，在藏区里面没有骆驼，只有马、牦牛。
个地方都是马儿嘛，马呀、牛啊、羊啊、骆驼。这个新疆那边有，内蒙古有，青海有，骆驼只有这些地方。云南那边也有藏族啊，云南那边有大象。哎呀，你那个鱼说都是不好收的。吃啊，开始啊！度假日子。衣服长。要出到台面儿去了，你看。把舞拍多了有点恼火。做变焦最好，变焦效果真没这个好。但是方便。它方便，但是效果没这么好。要买2.8的，买2块钱。1.4啊。变焦2.8应该可以了。我说虽然是单反镜头，但是效果还是可以。短视频够了，效果还是可以，稍微修下不，脸上拉下光，对了，但是太懒了，不想拉。你弄模板噻，直接弄模板套上去啊，模板要自己调的啊，就保存了。保存了模板之后，以后一直调模板就是这样用的了。我不知道模板咋个用，原来是这样用的是。也可以自调。调色调好了，保存模板做好了，啥子光线用啥子模板，保存起。还有那种做哪子那个 LUT 那个，那种也有很多。你就喜欢你把它保存下来，就用那个，你就那种。是电脑上面有的嘛那个。
就可以找完很多有下载的，有付费的，有免费的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套上去，然后直接喜欢做完事儿。对，每个人风格不一样，有的是电影风格，有的是那种很多种。挺清晰的。这娃香。手机自带的效果，也是不错的。但是在你的上面看到很清晰，有其他人手机就是你传上去的时候，其他人手机有些看到是模糊的。没法说了。这效果更好噻。对，这个效果更好。小李老师这是效果好嘎。哎。哦，这就是现哈大年巴适。有都准备跳舞的都把他都准备了，跳的不都是？把那说芝麻色拿转来的。我发现这个真的不能一直发一大堆，真没流量。这个太系统，会不理解。我开始一个的发的时候有流量，然后我慢慢多发多了，慢慢的一个视频就只有几百。正常的。你以前发好多个，作品好多个。我隐藏了很多了，看到吗？看不到，要其他手机看得到。应该发了100多个了，我隐藏了几十个。其实不要在乎那些，每天发个几个，你不要发很多，发个4、5个也可以。不要发一大堆了。其实我觉得不错，想发了。我现在呢，我懒得整了，开始发耍的时候，天天在那修图修一大堆，然后我感觉不发，存到内存涨内存，然后就全部给发了。现在慢慢的开始每天去里面就是在里面选过来修完了就发，然后隔一段时间没内存了一删。把相机，其实很多人他有钱，他买点用两下，给我搞不好说不定没用几下哈，他又来了。找氛围噻。其他都因为自取中间跳，也是他有钱，人家不想让他现在取中外冬天的时候，冬天是不是热嘛？味道弄出来噻，你这里。人家要重新录一遍。你要弄，来。
话屋的好处，武林有武林的好处。武林的好处就是一群人挤得进去的。好远了。这种活动作越大流量越高。跳嘛，我去看，好，咱俩跳噻，我都跟他说的，跳嘛。你也跳哈。你看，他那一搭配起，看来大气。哎，跳跳进去都追不上。跳了跳了。
个家的主意我来求你看今天，求你看今天喽，个你早早到我来求我见那见，求我见那见。可得啥都不来，俺都见家里，俺都见家里喽。我先说就说。把牛的毛来挪比卡平的，挪比卡平的咯。你可都用卡来挪比卡平的，挪比卡平的咯。来日子我来挪比了金，挪比了金咯。也在那起码我来挪把金玻璃，挪把金玻璃咯。可以了吧？OK 了。来来，我那个直播的，四个都可以往那儿说。都可以。你说那个老公公说的讨厌。你这个直播还是在外语的，这是全球啊。哎，好显的。再往后面一点，往后面一点。从开始怎么跳？我见了见了，跟着去的啦，我来俺都是的钱，
刚刚他们师傅在跳了，都拍了，刚刚又在拍，我们拍这边没跳的。小琪琪妹妹，对呀。妹妹，好谢谢你啊！好，来3、2、1，走。快跳，快跳！好。
朝前面嘛，朝前面，他们那个方向。哦，他们听到声音好点。哎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声音。好像这个家朝他们方向好点的，是吧？要不要钱？完了，这没声音了。对，玉珠是白裤子，小西西是右边的，对。是这个女孩。玉珠，小西西。我刚开始看着好像，没事，你跳你的，第一次见到这个舞的，这样更火。这在文化公园里头，当时给他起的。他只会唱歌，那时候连舞都不会跳，哎，但是现在舞特别好，可能回家不停地练。我以前好像发过他一个视频。同一个方向，都有部分他。太尴尬了。什么尴不尴尬？你都有部分跟我们是唱歌对吧？一般跳舞唱歌都会吧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发布了。这段时间还好，这段时间少了不够。还是我把那个给取了，取了之后不取了好几个，冬天就挂上去，挂上去是省一个多了。你就是按照对角器的。没有，我是那个变焦的。有对角器，要是往哪边爬最多了也好。没得必要噻，你这个已经有了嘛，这个自己控制噻。我这个就单反镜头太重了，效果是好，但是就是太重了。有那个不存在嘛，那你可以弄个那个，你这个可以弯上去，但是我习惯这样子，还有点我这样习惯性看，我这么看这儿嘛，这样子看这儿不方便，我就这样子。每个人不习惯不一样。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我开始也是向上的，我感觉一点都不方便，我就这样子。就这样按起来，我们这边还有个位置嘛，这边没得，这边这个位置还没起噻。你要做长时间的配。这个上面就好了。
我一起发，我一起发出去，发到现在没流量得了。哦，坚持直播的我无所谓，你看嘛，只有几百个流量，但是赞到是有，赞到这50-60个、40-50个是有的，但是就是没得流量的，700多个流量。我们就坚持给人发那么多。我前段时间我是再多视频我一口气全部发出去。是啊，我也是一样的。我小块的话，几十个一天。爱有不有的？对，反正你又不直播。对啊，管理不存在流量那些，又不赚钱，一分钱都不叫考虑那些了。我视频又爆仓了，手机存在了好多。每天发30个啊，发个20-30个，要管理也是管理的不存在，不影响。那么直播来。都在练呢，都要跳。这也在跳，这在跳。他开不过来了，这一圈都在跳。都在跳。哎，说话都看不到了。天天拿在这儿拍视频，才多得吓人。哎，我天天上，天天耍。我不是那个直播的保存到里面了。哦，你自己我是直播，它直接保存在手机里面，我单独可以截成很多片段，单独发的可以，只是没那么清晰。因为它不像那个手机拍的，这个只有1080。这个就有这个单独做视频，但是国内一般不用它。有时间来同步的，国内抖音上也看到，也有黑屏的。抖音上只有720的会免的。反正我是拿到一顿拍了。我现在全是拍的4K 60噻。啊。前几天有点热，我用8K， 后面不用8K 了。你8K 更疯狂了。对。8K 版图出来都是120个 G 左右吧，每个视频。120个 G 太大了，剪都剪不到。剪了啊。要电脑那种。没得苹果的那个。至少差不多一个 W 的东西才剪得到。都剪得到。P圈的5的嘛。我现在还是拿手机剪那个4K 的有点吃力，剪1080P 的画质也不太好，因为剪不太好嘛，我直接用那个1080P 剪出来就有点糊啊，然后我用4K 嘛，超彩嘛，你可以去贴4K，然后你把弄的1080就压出来，还要清晰一些啊。他用8K 当面哈，但是也有6K、8K 那些。我之前就是拍的1080 60帧嘛，然后始终剪出来不清晰，因为RF 卡口的镜头太贵了，不要说你开放了。然后50的1.2那个20的那个RF 卡口要13000，还2手，也保值，你卖也差不多。也嘛，
拿手指拿到手上还可以，但是挂这个上面挂不上去，太重了。太重了。但是7的200拍出来很好看，还是没得27的那些，最实用的。没得27你的实用。 7、200你不实用，买了只有吃灰，买了真实惠，买了只有他妈太重了。这是当健身，真的当健身。来一段时间手上的起不来，对，就是。来一段时间这边多大，这边比这儿大。我们那个早点练出来了，把你随便举2个小时没得问题。我这个里面有个功能，前段时间我把它省电那个关了，但是我不晓得哪儿去，我不晓得打开了，我不晓得哪儿去关，所以我相机吗？相机，然后所以说现在是耗电的很，我找了我不晓得从哪儿关，但是这样子它会提升画质，但是提升了好多我不晓得。这不会，这电源跟耗电也没得画质也没得关系。我要明天没得事的时候在屋里面去慢慢啊。我觉得佳能的相机的做工都没得说的嘛，他做的看他的镜头做得很毛很重。佳能的那个单反镜头特别重，对，主要是说他那个做工用料感觉没得索尼的好，用料没有索尼好。我想去看索尼的，但是你看它的开关那个方面嘛，还有它的表面那些处理嘛，感觉没得索尼的好。我想去换索尼 A7S3，但是自己现在有点不足。没得票，A7S马上出来了，不要去追那些。A7S4马上出来了，今年18年底或者明年。我等它出来了之后马上降好价，现在差不多是二手是18500的样子，没掉价，基本上没掉。我感觉现在够用，我就没得票那个，专门就换。换太勤了。就专门为了